想改運轉名，最緊要嘅第一步係乜嘢？嗱，個關鍵咧就係兩個字：換人。換咩人？即係換走你身邊嗰啲嘅緣，斬開嗰啲咧拖住你下沉、消耗緊你嘅關係。呢個咧就係人際關係上面嘅斬爛桃花啦。嗱，同有冇錢咧係冇關係，關乎係你哋嘅氣場相克、五行唔夾。如果遇到氣場相生、五行相符嘅人，咪就好似得到風水嘅助力。嗱，唔使多講啦，心靈相通，越相處得耐咧，越覺得安穩同埋滋養，即係古人所講嘅良緣真福。雙方嘅運勢咧都可以一齊提升。同氣場相克嘅人喺埋一齊，佢就好似你嘅業障鏡。你講嘅嘢咧，佢覺得你喺度發夢；你有進步，佢又覺得你喺度炫耀。呢啲就係風水所講嘅人事煞，睇唔見但係最相運。好多人都嘆晒咁講，知音難求，咁可以點啊？嗱，有一個法門咧係唔需要外求嘅，可以淨化身心、改善氣息同埋精神狀態。呢個咧就係金剛神咒啦。天地言中，萬氣本根，廣修億劫，正悟神通，三界內外唯道獨尊。體有金剛，覆滅吾身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。包羅天地，養育群生，受持萬遍，身有光明，三界侍衛，五帝侍役，萬神朝禮，逆使雷霆，鬼妖喪膽，精怪亡形，內有霹靂，雷神隱明，動位交切，五氣騰騰，金剛出現，福悟真人，急急如律令。早晚咧各念3遍，搭車又念得，瞓覺又念得，身邊咧不善嘅緣咧，佢會慢慢就會遠離。如果你想學習更多淨化自身修行嘅法門，歡迎分享同埋留言道法，老師會協助大家。記得 WhatsApp 我啦。